南韩上界大的在野党党魁李在明，今早起伫咧釜山走行程的时阵，说互一个查甫人提武器攻击着暗棍，随倒伫的护骹是流真侪血。加在送到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，这嫌犯是有抓到，毋过针对着这犯案动机，一句拢无别讲。伫人阵来行进程，南韩共同民主党党主席李在明，昨日早起去釜山访问中途。煞有一个查甫人雄雄行过来，手举30公分长的凶器，直接攻击伊的倒暗棍。李在明随时着伤倒伫涂骹，空喙流血不止。대표님괜찮으세요？现场的人随时甲指挥急救，1点钟内就用救护车甲直升机甲送去釜山大学病院治疗。根据韩媒报道，李在明送医过程意识清醒，性命状况良好，空喙大概1公分宽，目前已经顺利提验好势。不过哪像伤着暗棍来证明，忧心会造成大出血，煞接用直升机转送首尔大学病院做手术。 기사님들 좀 빠져주세요. 기사님들 빠져주세요. 攻击事件发生时间是南韩早起10点半左右。李在明当接受媒体访问时，当要行去坐车的时阵，就被攻击。凶犯头抵李在明后援会头棍，拄红了的时阵，搁咧滚量。推测是伊假影要讨签名趁机会攻击。目前，这个60几岁查甫人，当咧釜山江西警局接受调查，按过全程刑事点喙权，行凶的动机阁无法度确认。 李在明原本的计划是访问釜山嘉德岛新机场用地了后，就要去庆尚南道甲前总统文在寅见面。因为发生事故，行程已经取消。这个事件嘛引起朝野谴责。总统尹锡悦下令相关部门赶紧调查，承诺会提供李在明医疗资源。公视新闻杨岩编译。